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亨德森區教師涉嫌性侵案件，受害學生親口憶述受襲經過；北拉斯維加斯監獄面臨法律訴訟，一名女子控告獄警過度武力導致小產；同埋拉斯維加斯大道有遊客創造奇蹟，僅用$5就贏走超過$160萬獎金。喺進入詳細報道前，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點讚、訂閱並分享。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選擇，喺瀏覽器中開啟並跳轉至 YouTube App， 咁樣你先至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亨德森區一宗涉及教師性侵學生嘅案件引發社區高度關注。喺相關嘅司法程序中，受害學生親口憶述咗當時令人心碎嘅細節。受害者表示，喺遭到侵害嘅過程中，曾經多次向對方哀求停止動作，但並未獲得理會。呢一宗案件唔單止讓受害者家屬深感悲痛，更引發咗當地家長對學校監管機制以及舉報流程是否完善嘅激烈討論。北拉斯維加斯監獄目前正處於風口浪尖。一名女子入稟法院控告監獄管理方，指控獄警喺滯留期間對其使用過度武力。根據訴訟文件顯示，該名女子聲稱由於獄警嘅暴力行為，導致其腹中胎兒不幸小產。目前相關法律程序已經展開，公眾對於執法部門嘅專業操守同被滯留人士嘅基本權利表示深切憂慮。喺道路安全方面，執法部門正喺度嚴肅處理一宗嚴重嘅交通事故。一名涉嫌喺毒品影響下駕駛嘅 Tesla 司機喺撞向一個嚟自英國嘅旅遊家庭後，竟然選擇逃離現場。呢場撞人之後，逃逸嘅意外導致該家庭多名成員受傷。警方強調，對於毒駕以及肇事後逃逸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並呼籲所有駕駛者必須對生命負責，切勿喺受藥物影響下開車。另一宗同交通意外相關嘅後續報道，拉斯維加斯一宗致命車禍嘅死者遺孀公開發聲，為亡夫爭取公義。佢對於司法體系表示質疑，不解點解涉案被告能夠獲得保釋或者輕判嘅機會，而佢嘅丈夫卻永遠失去咗生命。佢強調呢場訴求並非為咗金錢，而係希望社會能夠更加重視受害者嘅權益，並對造成命案嘅危險駕駛行為予以應有嘅嚴懲。轉向選民登記數據，內華達州州務卿 Cisco Aguilar 公布咗最新嘅統計數字，喺剛過去嘅月份中，州內嘅活躍選民人數顯著增加咗超過12000人。州政府分析認為，登記人數嘅大幅增長得益於近期加強嘅選民登記推廣活動，同時亦反映咗本地居民對於參與政治決策嘅熱誠持續上升。關於校園與社區嘅變動，克拉克縣學區嘅數據顯示，軍人家屬學生嘅登記人數出現咗驚人增長，從原先嘅3000人飆升至7000人。呢一變化並非全然係因為人口移入，更多係因為學區近期改善咗識別系統與數據搜集方法，旨在為呢啲保家衛國嘅家庭提供更精準嘅教育資源與心理支援。喺校園周邊動態方面，位於 UNLV 大學附近嘅 Maryland Parkway 交界處，近日因為承辦商喺施工期間意外挖斷煤氣管道，導致發生煤氣洩漏事故。受事件影響，附近嘅建築物曾一度進行緊急疏散，部分課堂亦都被迫取消。目前相關管道已經修復完畢，現場交通與教學活動已經恢復正常。提醒路經當地嘅司機與學生仍然需留意工地周邊嘅交通導向。喺娛樂與運氣方面，拉斯維加斯大道嘅一間度假村再次誕生咗一位百萬富翁。一名幸運遊客喺參與桌面遊戲嘅時候，僅投入咗$5嘅額外投注，就成功擊中大獎，抱走超過$160萬嘅巨額獎金。呢單案例再次為拉斯維加斯增添咗夢想成真嘅色彩，吸引咗唔少遊客前嚟碰碰運氣。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
最後再次提醒，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支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